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尻川坐米甕，双手摸钱重。这句话意思是讲，有的人生落来就真好命，一世人拢毋免为着生活操烦。别人是为着三顿在走床，伊是甲米甕摕来当作椅仔坐。艰苦人爱靠双手拍拼赚钱，伊是双手摸钱重。钱重是伫早期社会用竹仔做的，摕来藏钱的物件。所以这句俗谚是咧形容好野人厝呢，啥物拢甲你传便便，啥物嘛拢毋免烦恼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